喺深鄉邊個位置住翻香港先係最方便嘅呢？好多香港朋友都好關心呢個問題啦。嗱，其實最方便嘅肯定係住喺亞皆老車站附近啦，直接去車站買飛上車就可以啦。但係呢，車站附近嘅小區呢都係20-30年嘅舊小區，而且嗰度呢係經常俾水浸嘅，熟悉深鄉嘅人都知道嚇。所以我覺得最好嘅一個選擇呢，應該係亞皆老萬象柏安呢度。柏安呢度啲小區咧都係比較新嘅小區，都係幾年樓啊、10年樓左右嘅小區。而且呢度咧而家係非常之熱鬧嘅，佢嘅一個營商環境啦，同埋一個配套啦、人氣咧非常之旺嘅嚇。呢度咧就係一個美食街啦，我後邊呢度晚黑好熱鬧嘅呢邊。用手機買飛，然之後咧喺萬象柏安呢一度一個上車點咧就可以上車啦。手機關注粵港直通巴，然之後咧選擇一個出發城市係深鄉亞皆老萬象郡啦，然之後到達嘅城市呢，可以選擇香港多個站點。我查咗一下，去到香港太子嗰個車飛呢，大概130蚊。如果有需要嘅朋友，你可以自己試一試下。